走吧。你带伞来了？没有，跟学姐那儿借的。我想给你打一次伞。好啊，那你要举高一点啊。当然没问题。帅哥，美女。恭喜你们啊！你们都知道了？我姐刚才短信告诉我了。消息挺快啊！你可得好好感谢我和林霄，有了我们放弃才成就你俩。啊，感谢你们啦，给你们鞠躬了。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可别戳坏我们武大部长头了，你可赔不起。再弄坏了这漂亮脸蛋儿，看你还看啥？少年。走吧。好。